2024年1月18日，我哋喺生物科廖永恒老師同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嘅職員帶領下，參加咗一次有關荃灣川龍溪澗生物系統嘅實地考察。我哋沿途見到好多唔同嘅植物，仲有同我哋一齊過馬路嘅蟲仔。喺溪澗道，我哋需要量度水嘅 pH 值、水流速度、收集水樣本。我哋要喺水流急同埋水流慢嘅地方各做一次數據採集。其中最有趣嘅係，我哋要拎起溪澗嘅石頭，觀察上面嘅生物。過程要非常迅速，因為溪澗嘅生物就好似我哋人類咁，唔中意喺休息嘅時候俾人打擾㗎。研究過程中亦要尊重生命，同佢哋和諧共處。收集完樣本之後，我哋就要返去中心做實驗，量度不同溪澗地點樣本嘅含氧量、pH 值。最後，我哋將收集到嘅水藻放入顯微鏡，觀察水樣本入邊不同嘅生物。呢次戶外考察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，俾我哋可以從四四方方嘅教室走出去體會大自然。其實生態系統中每個物種都有本身嘅功能，關係千絲萬縷，錯綜複雜。生物多樣性支持住生態系統嘅運作，而生態系統對人類嘅福祉亦至關重要。我哋發現川龍一帶陸地上及水中生態系統嘅生物多樣性十分豐富，生物棲息嘅環境良好，喺城市化嘅香港十分少見。人類如果想真正達到持續發展，令後代都可以欣賞到咁珍貴又美麗嘅大自然，就要學識同大自然和諧共處啦。